继续来到小琉球的港边啊，深夜有游客栽落海，讲是一个小姐到白沙渔港的布岸顶来翕相，一个大坑滑落海。加在海巡人员驶救生艇快速赶到位，甲伊平安游上岸。在地人提醒游客，小琉球里的绿灯塔迄边无电火，所以游客暗时若要去遐翕夜景，一定要特别小心。半暝的时间，看无啥有，海巡队的人员坐树林船去救人。头前一个查某囡仔半浮沉，有2个救生裤啊，舞一连灯才甲伊救起来，人无安怎。先站这个，先踩这个。这个查某囡仔伊是来到小琉球的白沙渔港，徛伫布岸边翕相，一个无小心，大无知，抓摔落海内底。10分钟后，迅速成功将落海民众救起。经初步检查，身体无明显外伤。你看路顶闪烁，港边的景色袂歹，小琉球的夜景做特殊的，所以做侪人来遮翕相的。小琉球这边，因为它在绿灯楼那边它是没有灯的，在晚上是没有灯，所以说呼吁游客，如果到那边你要拍我们的星空、拍夜景的话，对岸的夜景的话，都要特别小心。景色真水，但是嘛，因为暗蒙蒙，所以较会发生危险。好你加在这个查某囡仔，最紧就去海巡人员救起来，给伊提醒一个翕相，要特别注意到家己的安全，较斟酌嘞。